啦，大家去咩？哎，继续，哎，继续。哎，破声鼓励，感谢大家！哎呀，欢迎咱全世界华人朋友收看咱上届有去一个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届好看节目，为山为水为玲珑来讲台语世界通。我是大家好朋友大鹏姐姐我本人。是，大家咧讲啊，你做节目做台语会愈做愈老袂鸟。是啊，因为每一回啊，每一讲的来宾啊无共款，咱就随着来宾的无共款的行业，无共款的语言的这个程度呢，使咱心情安尼一直轻松，一直笑脸起来。是。包括咱的老师呢，哇，最近安尼，过来咱看哪少回啊？哎呦，这是咱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为山为水为玲珑，台语需要心眼光。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是的，照本节目的流程啦吼，今麦专程爱用这个台语的自我介绍。请。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选区陈碧维。然后我自细汉看碰哥的节目大汉。这真的啦，真的。唔是甲爸爸做伙看，是甲阿公做伙看。安尼尔，安尼就好啊，足济啊。偌济？啊，你家己啊，你从啥玩啊？几岁啊？大宝贝啊？生几个啊？几女朋友啊？我发生过喂，发生过什款的代志啊？发生过偌济债务纠纷。喂，是啊，对不对35岁啊，我伫高雄出世啊，阿公甲我讲我是平湖人，爱袂当忘本啊，所以吼，我自细我来讲我是平湖县西树乡李坎传人陈碧云。哇，如是李康人啊，即马伫台中做立法委员，啊，伫台北的立法院服务，会当讲是专倒走透透啊。啊，你咧无啥海口琴呢？啊，都无啊，嘿啊，因为我都拢伫城市大汉啊，就较无。阿公的音嘛。啊，你即马毋是咧台中的选区，毋是海线迄边。是啊，啊，你可以多杂河，嘿，会啦，姐姐搁听有啦。你台语哪遮尔好，是想甲学咯？其实吼，分做两个阶段啦，差不多12岁国校啊进前。会讲到半暝无？要差不多嘿，拜伊上班进前会放逐个转去。没啦，第一阶段是甲阿公讲嘛，阿公讲，因为国校差不多12岁进前，其实咱学校遐拄着的厝边隔壁同学拢转来坐少个讲台语，但到高中就南嘛，啊到高中大学就全部南做伙，你无讲台北话就听无啊。台北话，就是华语嘛。华语有分台北话甲北京话。好有代志。真的啦，北京话是服务员，还要多久？哦，安尼北京话，啊台北话是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大概还要多久？修法是毋是爱多数通过？对。敢毋咧修一个讲吼，救济迄种老人。其实拢有啦。你即摆其实吼，因为咱搁拼会转来啦，先莫放弃啦。像你即摆还搁咧拼，这拢是社会一个，嘿啊，做正面的形象。你国宝呢？我定讲你是国宝呢。唔叫国宝。叫国宝拢做危险，无迄个意思啦。但事实你是台湾的国宝啦。唔安尼讲安尼，所以你立法你才修法一个嘛。甲你定做国宝安尼。这足优秀的这委员哈。好嘞，你好。你好。谢谢你好，大家拢好。来，请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我有困难的。无啊，大家好，我是进党的发言人杨宝珍。小等，发言人是啥物件？发言人就是出来讲话的人。言头的言。碰过我甲伊讲，今日我来压力足大的。为咩因为我的台语有较无练长的，啊，搁看到委员来，我压力搁较大。伊台语够练长。数练长，高雄的无法度啊。对啊，我
台北出生大汉的啊，后什么出生大汉？台北啦，出世出世出生怪怪。出生怪怪，出世大汉的。是，会使跟讲几岁无？我30岁，会使跟讲新冠无？身高172公分，会使跟讲过阳未无？无单身狗。单身单身狗，这单名新狗，相依为单身狗。是一个人对吧？名新狗，新狗啦，新狗。可能要讲陈升的款啦，新狗啊，新啦，哎，名是叫做讲台语啊，单身怎么讲？多心啦。你杨宝，金。这请教老师，应该是杨宝珍。讲到宝珍吼，我就想到阮台南吼，招名新宝珍。新宝珍其实上咧意在金城迄大炮是当时是伊建立的，尤其迄个延平滚龙树嘛是伊啉来用的，所以新宝珍嘿清朝对台湾的贡献真大，所以你号这名真好。感谢老师。是宝珍。要做一个发言人，爱相当的迄个，面临要替政党出来讲话嘛，对不对？有代志讲，这个代志要宣布，迄表情爱安怎？表情安怎？就较正经啊。所以平常是毋免正经。就亲像即马安尼啊，就较轻松啦。好，你嘛有机会做发言人嘛？我发言人，你发言人。我有一间中医诊所碰脑壳，中医诊所会使来我提药啊。我来尖尖的好。台语听得足好，不一样啦。哦，你怪。做练凳诶。而且伊迄文静的时候，迄叫文静嘛。文静的时候嘛是用台语。对。小歌。有机会。袂，但有对不起几个人啊。什么意思？就是吼，对妈妈感觉较歹势，因为规半当无去高雄家看。哎呦，啊，对女朋友较歹势，无时间人陪因。啊，对家己的身体较歹势，无时间人照顾伊。嘛是有的时爱照顾对啦。对，而且女朋友你唔惊叫选伊，安尼足危险的。袂啦，我走比较紧，我录会紧。是哦，是哦。啊，你台语是拢你拢袂晓讲，啊，你拢无过。无我爸爸妈妈其实是嘉义人，嘉义民雄人。哎呦，爸爸我妈妈民雄啊，真诶打鸟嘛，打鸟嘛。打鸟。对啊，对民雄叫打鸟啊。对，啊，毋过我就是无啥物伫咧讲台语，所以无练转啦，是我毋对啦，歹势。对啊。恁爸几年厝诶？几年厝42。我45差不多啊，我这做恁爸会过啊，嘿啊。爸。你对印象感觉？袂歹，水水啊！哦，你安尼对安尼，凊彩好好咧。无啦，袂歹啦，啊，因为咱进前上政治论坛的节目，有共动过啊。哦，系啊，共动嘛，对毋对？排行啊，共动。嘿，对毋对？是。我拢看你甲诸葛亮啊，咧学台语。我较诸葛亮啊，滚开啦！你那个做那个开始。诸葛亮即摆是较好一行。对啦。你若无就使来做演艺界袂歹呢。正经我感觉你袂歹。但我感觉李焕英嘛做成演员界。即句水啦。迄落姑娘啊，你对选区委员遐款感觉？缘投啊！是，即款若做你男朋友好吗？你莫搞我小孩啦！人有女朋友。我想像即个型。哦，即个型哦，好，会使。今仔日头大家安尼帮我轻松啊，吼！今要来考试啊！来，大家手头拢有迄个一本簿啊。看到这本就紧张啊！哇！即摆真简单啦吼，我来讲迄个这算成语啦吼，老师。成语4字的吼，啊即嘛，你感觉迄是啥字写起来了，啊顺续爱解说哦，嘿吼，爱做过。第一条吼，目杀食客。目杀咩那写？目杀食客。哈？目杀食客。来，一个看来，很快。目杀食客。请解说兼做道具。就是
有种土沙叫做目沙，专门介食这种土沙的食客，叫目沙食客，专门咧食这种土沙的人。来，应该是安尼，目杀食客，来，请做你是道具。目屎咧，目杀，读起来迄个杀，解说兼道具。解释一下，这四个人来餐厅食物件的时阵，敢若拗客，真正是目杀食客。我这是先看你的。我袂晓写这个字，就是迄必诗的诗，目屎。其实你好厉害。必诗的诗。我知，你好厉害。我袂晓写。袂晓写。嘿啦，有一个糖啦，我会记有一个糖。是不是呢？应该是安尼吧，我会记有一个，对。你讲要写字嘛？嘿，对，必诗嘿。解说兼道具。目杀食客，就是讲目杀，就是一种糖嘛，会看袂到迄种食客。食人客。就是足济啊！你的身躯顶一直加，你看无安尼啊，足恐怖的。就是目杀伫个身躯顶，我家己绕上只，甲足恐怖，这真正是目杀食客。意思是安尼。是就是安尼。来看你。啊，我会安尼，我会足离谱的咧。请解说，做一个道具，我们听看觅。就是人咧流目屎，甲人客有关系。所以看到人客就流目屎。对。嘿。甲人客做伙就流目屎。就委屈的头家娘啦。对，因为头家娘无想要人客伤济。这间餐厅生意伤好，头家娘无想要人家伤济，所以看人家流目屎，所以你这个眼泪食客，甲目屎，你读做目屎食客意思？了解。来，咱来看一个发言人。我嘛是。你嘛是哦。听目屎，唔是目屎哦，是目屎。所以你的解说是？目屎食客就是物仔想到有够歹食啦，就一边食一边流目屎安尼。这间餐厅的物件做了无好食，我食到安尼目屎食客。系啊。恁平时这题目就遮难吗？第一句我看无人会。是你难，这难啦嘿。因为我拢感觉就。请解说。这个泰哥的所在啦。泰哥的所在。系啊，目屎足济嘛，食就是我来讲客，目屎出足济的所在啦，表示迄个环境无好啦。系啊。所以你嘛做一个道具，我们听看嘛。吼，这个所在真正规身躯上甲迄实在是目屎食客。听起来敢若袂歹，敢有理呢。我今仔日开始就该安尼啊。修案，你要注意哦。修法咯。你修法，你若讲唔对，我就水改哦。水改起来。老师的代志哦，老师来。目屎食客到底是对是？老师请解说一下。这目屎哦，是讲咱以早环境较无好，较湿，拢会生一寡目屎的数人的血。不过吼，伊这生物性一个真奇怪现象，迄叫免疫耐受性。你唔知影，你有注意到无？蚊啊吼，厝里的蚊啊，较会叮囡仔是叮大人。叮囡仔。系啊。因迄大人已经叮到吼，无拢臭扑啊，拢要加较新的。所以这像咧目屎嘛是共款，有人客来的时阵，伊袂去叮主人，伊会去叮人客。所以有时这是本来的意思，尾仔变做啥？碰哥讲今仔要请我啦吼，我是讲感觉碰哥平时对咱足照顾，我就先去纳钱，所以主人颠倒互人家请，主人互人家请，变叫目屎食客安尼，这种意思。完全又袂对呢。完全又袂对，本来是我要请。结果是老师去纳钱的意思。哇！所以我就是靠安尼后边我请，结果我无咧纳钱啦，因为我最近欠太济嘛。好，谢谢老师，感谢。好来，无人对啦哈，无人对啦。来第二条哈，咖喱莲藕。咖喱莲藕。咖喱莲藕。来，胃硬硬的先看来。咖喱莲藕就是讲有一个人啊，叫咖喱啊。有一个人伊叫咖喱。伊字嘛唔对呢吼。
唔对吗？唔对啦，啊，有一个图，这安尼啊，对，咖喱是一个人，叫一个姓罗的，伊个一个细路的，安那，因两个出去耍，安那倒骨的。就是讲这两个人足好的，所以讲斗骨就是讲，咖喱啊，迄天招阿罗啊出去佚佗，所以呢这个咖喱连罗。对对对，啊，你若是要出去耍，你若是要甲你的好朋友出去耍，哇，阮两个要去咖喱连。有吧？来看你的，哎我，你是车驶个咖喱，咱咱就落去就对了。这你免解释，我拢了解。你读看卖。这第读看卖哦，嗯啊。咖喱连罗，啊你若要读啊，连啊六连六。连啦，哎，咖喱。咖喱连啦，所以我拄仔解释了，对不对？对，车驶个咖喱连啊落去。三个咖喱，咖喱伫倒？咖喱伫台南，哎，是哦。哎，来发给你路途有问题。我感觉就歹势。唔歹势嘛，爱看卖。甲出来联络。出来联络，出来联络。我都莫生气啦。我跟你买小我精大概就袂认真就知。咖喱联络。啊，就咖喱啊，那是说啊，厝内吼，出来。厝内，嘛毋是迄个厝，你这个是咖喱吗？你嘛解释者。啊，就咖喱，应该是连路吼，啊，那是连路。连路。我袂晓啦。哦，这足简单的嘛。啊，我即摆我等要等要厝的吼，安尼咧厝内面在连路。爸妈我都要转来啊啦吼。咖喱连路。是，等下，看你。咖喱连罗。你比屁，你做解的吼，你头解的吼。无，我感觉后来，我感觉这个感觉是对的啦。我写这一定对的，哎呀。解释者。咖喱嘛，就是字面上的咖喱饭嘛，连罗啊，就是罗就是鼎嘛，就像鼎的。哎，对啊，就是一间咖喱饭的店生意足好的，所以连罗一直煮一直煮啊。生意兴旺的意思啦。哦。啊，那倒一句来听看卖。碰个开的新餐厅，真正是咖喱连罗啊！是。会使呢？哎，来，来，咖喱连罗，请解释。表示一个人做真济歹代志。哎呀，哇，差这。对。啊，咖喱，哦，这是假啊。对。你啊假，所以叫人扣掉咧。扣掉的。啊，佮挂落安尼。无扣掉啊，看掉啊，油鸡示众嘛。哎呦！哎，锵！做真济歹代志的代志咧。你这是你发明的是？嘿，我想无其他的事，我就写的咖喱。所以你若要斗骨，你若做这斗骨叫做。这个人不可原谅，因为伊咖喱连路啊。你有过大勇气，我来看委员的时阵呢，委员嘛头盖啊。啊无，安尼应该是不能安尼嘛对。哎，你两个差不多呢。差不多。所以但是意思无同，意思无共请。因为我伫遐想讲，这里到底是螺还是螺啊？因为加螺本身就是一个加的所在嘛。哦，你想迄个螺去啦。但是我讲加这里较，因为通常生意是要讲一件代志啊，但是较先来讲嘛，所以较少哩。咖喱连的意思就是歹事传千里，所以爱叫大家唔好做歹代志。你若一直看我，啊，你主持人哪无我要看啥？你才看镜头啊，你不一定看我。所以意思就是，咖喱连就是你做歹代志，向油鸡啊，手会向哭咧，啊，安尼做歹看的，所以爱建议大家千万唔好做歹代志，要无咖喱连落。恁两个差不多意思哈。好啊，恁斗电落。来，老师，咖喱连落这就甲你来发挥啊好，这不错。这是早期吼，咱咧搬咖喱戏，咖喱戏有时戏大家搭伫遐，啊要通知人讲，较顶下要搬戏哦，你若进来看，所以迄落就甲一直卡落去，落甲卡落去，像安尼吼，啊声音就出来啊，啊大家知影哦，可能较顶下迄边会搬戏，所以咖喱连落就是讲代志就要开始啊，
哎呦，哦，家己来讲代志要开始啊，所以有时就讲你伤过赶紧讲，啊，即摆都还未家己联络，你就咧错咧等，无需要啦。哦，就是讲代志还未开始吼，所以这是给大家做个参考。那华语什么细位还未开锣，八字都还没一撇咧。是嘞。哎，谢谢老师，感谢来多谢太太，了解，今天学到袂少啊。真的呢。我想的差不多。诶，你拄仔讲啥？跟你是咪差不多？差不多。来，搁一条图，哎呦，来搁一条图，搁一条图，这条较简单啦。嫩高扛啊！嫩高扛啊，哦，来先看你，那个，嫩高扛啊，袂歹哦。艺术嫩高扛啊，艺术嫩高扛啊，就是做未见效的代志，所以嫩高扛啊，偷摸摸、偷鸡摸狗，嫩高扛啊，是安尼吗？做一寡袂见情的代志。对，未记光的，所以袂当光明大情，往正门行嘛，所以爱嫩高扛。光明大情是啥物事？代志是日本时代啦。你叫光明正大啦。光明正大，公民大情的说，哎，日本时代。大情是阮朋友啊，伊个要唱歌啊。大情是一个乐团嘛。对。倒句啦。这人吼，伫骹手拢无清气啦，真正是吼嫩高扛啊啦。听无？哎，我，嘿，Q 高人，我袂晓写卵，这是一个空嘛，长过的卵，哎，啊，这是高人啊，哎，高人，你有饲狗啊，所以你拢甲人。卵高人，意思是意思是去休困， QK 哦，休困，对，入去狗的人啊休困。对，倒句。倒句，哇，你做安尼啊，你跪卵高人啊，你就听咪等于休困好。哎，你跪休困啊，咱这个观念，来咧笑啥？笑。高人，无啦，我知影是两过两，毋过我袂晓写，所以就写一个头壳，嫩啊！敢若音足共的。哎，你迄刚是一个镜头对无？高，无，我的意思是两过。一只狗啊，嫩。无啦，我知是两过两，我袂晓写两过两啦，所以我就写。我即摆当做你是安尼讲两过两，嘿，高扛啊。嘿，我的意思嘛是做歹代志，所以你爱弄高扛啊。是哎呦，对水哦，啊，对，因为你做歹代志，唔敢光明正大行过去。哦，毋是正大光明，光明正。光明大情啊，哎，光明正大行过去，我爱弄迄无面打见人的嘿，意思。无面下见人。袂歹啊，来看你。我嘛袂晓写这个字。反正是你注音敢若嘿，你注意干嘛？你若要转字，你若要转字啥物事？还是咱遮有狗有步的，所以咱袂当学白。我嘛是感觉有一只狗啊，伊有一个厝，啊伊要软入去休困。哦，哎是要去休困的。对啊，哦，这只狗啊，迄个狗啊，差不多该休困啦，所以入内底休困，啊，这面床就对啦。哎对。好了解。来看迄个发言。应该差不多，就是讲，即只狗仔做毋着代志啊，感觉你要互主人去讲，修理。吼，足惊较紧的就弄去。弄入去迄个狗人啊，迄只狗甲厝内面迄个碰伊夹甲密密麻麻，做人家讲伊那个这个讲伊嫩狗扛啊。嘿，应该是安尼。连嫩狗空啊，就是伊个海上有一种狗空啊，你要甲嫩挖出来。小等，你即摆是，但是我想象毋是安尼啦，你本来是狗扛，嫩狗空啊，系啊，因为你要挖出来啊，嘛是合理啦，嘛是合理啦，但是。我伫遐考虑足久，我回答另外一种叫嫩狗空啊，啊意思应该是讲咱有大门你唔行，你要嫩狗空啊，就是安那行后门的意思嘛，所以就是用一寡迄个嫩整的方式来完成代志。啊，若要请你倒句，你会安怎讲话？咱做人爱光明正大，慢嫩狗。对啦，对啦，这安尼真好啊。感谢。结果我无讲话变主持人。安尼真好哦。真好，老师啊，他对你啊，好啊，这句啊我多。你咱画山画水画林拢是要介绍咱台语一寡物件，所以有时候像这是以早囡仔要
骑脚踏车，因为伊早大人是母车较大台，对，哦，较大台啊，变做咱囡仔人无法度骑，所以只好安那，两个下空，因为伊坐啊头上伫三角架啊，对不对？啊，算囡仔人坐袂着迄个悬，啊，伊下空两个，啊脚加人的人啊，一条一只狗尔。哎，所以叫软高扛啊，是骑脚踏车这种意思。哎，骑脚踏车意思。哇，扔高扛啊，伊种是安尼。在检查无，安尼。哦，对。谢谢老师，感谢。哇，就真简单。要跟我想的差不多，四字拢同款意思啊，接做伙无共。即摆过来这个单元叫做俗语讲了后，啊，咱手比出来，预备开始。俗语讲了好。好嘞，是的啊，咱现主席要欢迎咱台湾奥林匹克的主席来就台致辞，掌声鼓励哦！ Thank you very much. Now let 讲台语啊，嘿，讲台语，讲台语。是啦，台语嘿。代志是安尼，咱现场差不多50万人啊，现场啦，这朋友来参加咱这个盛会。今天呢，咱再次要啊，咱台湾这个国家行上世界，互咱台湾在世界上。 下叫做请呀，那么选择一位上强的来代表咱台湾的代表来参加这个奥林匹克大赛。咱经过全台湾1000多人当中，最后选出2位要来争取今仔日的冠军。现在先来邀请这个预备的选手进场。哎，来，大赛，后边朋友。 明明后壁无朋友，伊看后壁朋友。咱来先来听这2位这个预备选手这个参赛的感言。是，请讲。嘿，你有看到我？你有卡过了我？你有这能 Q 不？我这能 Q 不？我有问题。我就是人咧讲，下港武王就是我。 是，看起来拢非常的有自信。但是认为你哋冇袂记，恁是干那预备的选手哪样？正式的要来邀请咱2位优选的选手，也就是咱全台湾上界强的2位选手出场。是那个好请新人，还是好请新鲜？这不是讲这 arena 吗？来，请2位这个优选的选手发表这参赛的感言，女士优先请。好啊，今日真欢喜来到遮来参加这个比赛，今日一定爱赢。赢。既然已经进到最后的阶段啦，我想咱2个对一个人来代表台湾，一定拢是台湾上界优秀的选手，啊，着尽力来比赛，来取得好的成绩，得冠军、摕金牌啦。 2位呢，爱先来挑选你的预备选手做你的队员，来，请杨根配赢成绩。这一条纸。对，请。还有一个下港的武王，啊，我是中港的武王，咱2个来配对。哎呦，中港加下港的武王，安尼你个无道理，干那拣迄个较大颗，迄个软 Q 的哈。软 Q 的好。要紧，因是做门面的，阮做口碑。哦，真的好，好啊。试看卖。我相信你。是，但是我要先宣布者，在这场比赛当中赢的人会晓第3届代表台湾去比赛。哦，不哩个。 那是败的这个选手，除了处罚以外，今天上节目通告费隆重来捐出来，可以吗？安尼我先来走，无啦，无咱的代志是因啦，因啦，不是我嘿。因为台湾有真侪这个资深的艺人需要救助。安尼我赢我嘛捐出来。哦，赞哦，赞。好，我直接宣布比赛开始。陈主席。3Q 队已经就位了，
请问准备好了未 Thank you。 ？Thank you。预备，比赛开始。来选歌哦。哎，来来来。 哎呦，我，哦，加拉歌哦。这条我上厉害呢，你唔知道吗？哎呦，啊，哎，中央你说是 lucky 啊，你要扣一个无？ 那给对啊，哎呦，哇！哦，哎，中央你出阵 miss 的咧。有些，你的遐那一定小只出现啦。哇塞！哇，100、大7、85、87、88。好厉害！他是第二年嘛。来，啱啱甲咱宣布一下成绩，看这成绩，这个三 Q 队到底掉的几回773万。 773万啊！ ？773万，哇！谢谢，感谢。来，欢迎起嚟哦。来哦，来哦，过桥哦。来面对现实啦。来，请开始。哎，其中做一次吼。哎，好，啊，加油哦，过桥哦。哎，I'm not ready。哦，哎呦，啊我呐，去谁走出来哦？要讨救兵哦，爱人斗打无？哎，你虚啥话？虚啥话？你斗打啦？好了，这怎么会找不到啊？大波。 我在 be careful 啊，shut up。我来，好，因得到分数是，你得分数是12万分。那会差遐济，差小可，篮球队赢咯！来，所有队伍，慢来头家。来这，来，咱都有讲过吼，爱接受这个处罚。请啉。我要一杯。干杯了！好了，免杯啊，免杯啊！我你菜罐你要嘞。菜罐了呢？其实吼，人讲迄个薄茶顾喜煲，啊厚茶搁顾肝。哎呦，嘿，所以食苦茶对肝脏有帮助。哎呦陪恁啉啦，较袂无聊。啊来，咱即摆新郎新娘好咧，来去啊！来，不要旁观。谢谢，刚才您来，谢谢。哇，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就好。好，安尼欢喜吼！我来讲，像这款的经迄个队员带下手的这款的，像我本来做厉害，经的一个卖零件的，安尼输甲稀咧咧，这种的两句俗语会当形容。第一句叫做猪八戒拜天公，第二句叫做
水鬼找新红。来，赞成第一句，请举手。3票。哎，3票哦，袂歹哦，我叫发言人拢有保证。你个交换眼睛。这个很刁。委员，恁这组是竟然是叫做水鬼找新红。为第一句来讲啦吼，伫北界拜天公，神明当中身价上悬的应该就是天公，所以拜天公一定爱抬低。啊，伫北界虽然是天崩万岁，是不过咱拢想讲伊是啥物？低，所以伫北界要拜天公爱抬低，抬低，家己抬家己。哦，所以亲像这种家己人吼，互相赞赏。有一句话切过吼，谈拄谈，夜倒相残，带拄带，公马弄破，这种意思。另外，你讲水鬼找新红，水鬼应普通会去掠高铁，掠高铁是歹代啊。啊，竟然搁去啊，新红爷斗，迄真正是做贼的化掠贼，拍人的化救人。所以若讲针对你看吼，头啊，先求哥吼比完，搁请对方啉，表示两个感情，大家拢是一个人，所以比安尼比赛其实是安那。大家互相赞赏啦，所以若安尼看起来，正确答案应该是伫北界拜天公。哎呦，台嘿，有啦唔对，拢无要紧，今仔日学两句俗语的意思啊吼，以后伫日反你文静嘛使讲。哎，我差不多要啉掉。你豆豆啊啉，不过感谢大家收看后回，请继续收看《画山画水画玲珑》。